声老大了，看看。算了，萌萌的。刮上去老多东西了，看上天上卷儿没？哎呀，你个大干！这是不是龙卷风啊？啊，太吓人了！着什么火？看这脚底，看那二脚。没事。啊，这会儿有架，注意安全啊！先找。这个啊。直接上了，行吗？政委，你先上来。等会儿。等会儿。咱别往里走。